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推出着每年的钱母，是一只马派一地金元宝，象征着马上发财。元旦要来发放，还佫有6天咧，即摆已经有民众等这个椅头啊排队，要抢一个好彩头。 彩绘是人工彩绘，所以每只马的彩绘的图样都不一样。手工彩绘马派一地金元宝，代表马上发财。飞上天的准备分中户金银钱母，包装阿妈高级个水，信徒看甲真介意。我觉得很漂亮，很特别，很精致，看起来就很吉利、吉祥，大吉大利，马到成功。南投德山指南宫推出2026年的马年钱母，除了马上发财真装作的特别，佫有貔貅造型的福气钱母，有民众透早来拜拜，一挂抢头香，摕到钱母特别，欢喜甲心花开。 指南宫逐年发钱母，拢成几纳万人排队来领。每年钱母预计伫咧2026年元旦来发，排队时间为12月31开始。伫咧6天前，就已经有人伫咧庙外菜椅啊排队。我去看几啊摆啊，排一次了，排一次还好啦哈，排一次还好。那人来排这悬的以后吼，我还是叫大家讲31天再来排。 建议民众排队赶到，比方准备轻便的号码含点心，希望互民众伫咧新年讨一个好彩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